各位歡迎收睇6點鐘新聞，我係陳婉容，我係范樂恒。先睇今日嘅新聞重點。梁麗國申請先。各位，學聯前常委梁麗國認為人大常委會831決定已經超出基本法範圍，令政改諮詢有誤導公眾，提出司法覆核申請。代表政府嘅資深大律師認為人大有最終決定權去解釋基本法，又話人大831決定唔係香港司法制度可以管轄嘅範圍，高等法院將案件押後再決定係咪受理申請。張嘉怡報導。電視記者張嘉怡報導。政府官員多次表明期望政改方案喺立法會會期完結之前表決。署理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再一次呼籲市民踴躍表達支持通過政改方案嘅訴求。盧卓耀報導。林鄭電視記者盧卓耀報導。公民黨成員曾健超喺舊年佔領行動期間，懷疑被7個警員毆打，至今仲未有人被起訴。律政司司長袁國強話，決定聘用外間獨立資深大律師，尋求法律意見再作決定。林永文報導。記者林永文報導。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張建宗話，會設法安排國泰航空勞資雙方喺下個禮拜3會面，解決薪酬爭拗。資方已經答應出席，但勞方就仲未有明確嘅回應係咪出席。中國同美國喺東海同南海上空展開新一輪較量，繼美軍偵察機飛越南海嘅島礁之後，解放軍空軍首次飛越宮古海峽，前往西太平洋，向美國同日本展示實力。孫少琴報道。日本記者孫少琴報道。日本宣布對亞洲開發銀行加大投資金額。首相安倍晉三喺東京話，日本重視基建嘅創新同高質素。繼續新聞時間，東方明珠石油串謀詐騙案同埋洗黑錢案，商人易小紅同埋東方明珠石油前副財務總監葉瑞娟分別被判監7年同埋5年。梁素婷報道。去到安全位置。港島西半山朝早發現咗一隻果子狸，事後由漁護署嘅人員送返野外。隻果子狸朝早被一間中學嘅職員發現，刑10個月，緩刑2年。美國加州當局聯同管理輸油管公司繼續喺南部海岸清理油污，當局相信要幾個月嘅時間先至可以令到海洋恢復原狀。黃文俊報導。黃文俊報導。各位新聞報導員，再會。